Hello，大家好，我係 Yvonne，好耐冇見啦。咁咧事緣咧，點解今日有呢條片出現呢？就係其實我想同大家道個歉嘅，因為源於咧，其實喺4年前咧，我就出過一條片啦，就關於音叉使唔使淨化嘅咧。咁喺當其時嘅認知咧，我就喺條片入邊咧就講咗同大家講咧，就話其實音叉咧係唔需要淨化嘅。咁其實原來咧，根據我呢幾年嘅經驗咧，原來我一路嘅認知咧都係錯嘅，咁所以想拍呢條片咧，同大家道歉啦，同埋更正翻一啲資訊啦。咁因為當年咧，我會同大家講音叉只係一個工具啦，佢唔係咩嘢法器啦，其實就可以俾人摸啊，俾人掂得，咁呢樣嘢係冇變嘅，係真嘅。咁但係咧當然咧，我哋幫客人做療愈嘅時候咧，咁做完之後，當然 physically 即係物理上我哋用火酒酒精抹啦，或者係用鹼液洗都冇問題嘅，因為呢啲係鋁合金，佢哋係唔會生鏽啦。咁所以其實用水沖啦，用去鹼液洗都冇問題。咁呢個係必然要做嘅，即係表面嘅清潔係一定要做啦。因為可能我自己唔係敏感體質啦，亦都冇特別 feel 到啲乜嘢。咁但係原來有敏感體質嘅客人咧，佢哋會 feel 到原來呢一支音叉，如果大家相信嘅話咧，佢真係會吸咗唔同人嘅負能量病氣喺入邊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或者我哋自己相信嘅理念啦，咁都可以去為呢一支音叉去清理淨化嘅。咁除咗頭先所講嘅用水沖啦，用鹼液清洗啦，其實仲可以用鼠尾草去燻佢啦。咁同埋我哋亦都可以去觀賞一個白光啦，或者金色嘅光啦，去淨化啦，同埋去清洗呢一支音叉嘅。咁當然後尾我自己就諗下原來有客人會 feel 到頭痛喎，即係好似我清理啲音叉仲未夠喎。咁所以之後咧，我就學咗 Sakam 啦，就係呢個埃及靈氣。咁特登諗住初時去學呢一套工具，係去清理翻我個工作室嘅空間啦、氣場啦，清理埋啲音叉啦。咁原來同時間咧 Sakam 都係可以用嚟幫人做療愈，呢一套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而家嘅療程咧，都會將Sakam 去融入咗我嘅顱底治療啦，或者音叉療愈入邊嘅，咁效果係會相得益彰啦，會更加快、更加有效果咯。呢一啲音叉嘅當然一般嘅清理啦，頭先所講嘅方法啦，都係冇問題嘅，即係譬如我用靈氣啦，大家喜歡薰鼠尾草啦，觀賞一啲白光、金光啦，都係冇問題。咁但係呢一款音叉，譬如有個音叉托，有個水晶嘅音叉托嘅。咁我哋每次咧，除咗頭先嘅方法，我都會再用4096嘅天使音叉咧去淨化佢嘅。咁呢一個係因為4096呢一個音叉咧係專係 for 清理淨化水晶啦。咁所以咧，我每次做完之後咧，都會更加係用一個譬如水晶柱啦，去幫呢一個水晶淨化翻嘅。我哋會咁樣做咯，去淨化翻呢一支音叉咯。咁今日短短嘅介紹，或者係應該係更正呢個信息嘅資訊係嚟到呢度啦。咁所以大家都音叉都係一個大家好好用嘅工具，都希望可以為客人做到療愈之餘咧，亦都唔會有任何嘅病氣負能量可以傳到俾任何一啲客人或者下一個客人。咁所以大家記得要好好淨化我哋嘅工具啦，我哋嘅音叉啦。咁希望大家可以 CLS 啦，可以 subscribe 啦、like、share 啦，或者 comment 啦，同埋撳埋個叮叮鐘，如果有下一個新嘅影片咧，佢就會彈出嚟通知大家㗎啦。今日嘅資訊分享嚟到呢度，我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